若这项菜，妈妈做便当的时阵，通常会甲铺点青饭面顶，中昼便当一个炊，烧气会甲油泡内面的油扬出来，摄落去下面的青饭，所以只要便当罐一个掀开，随着闻到饮时的咸香，饭爬入去嘴里，又搁烧又搁油，两喙做一喙食完了后，总是会感觉今仔日的饭，阿母是毋是底了无啥够？人生对这出发，心情嘛伫这刻画。岁月中的酸甘苦涩，拢成做人生旅途上难忘的陪伴。邀请你斗阵来感受台湾乌鸡桑上真的人情味。暖暖站门口。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吴念真导演，原神出版社授权播送，专门客电台制作，江苏主持。高雄市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查到一间地下工程涉嫌废输喷水加过期的油，用来制造乌参食用油，而且乌参油品已经流入市面，相关单位正在迅速调查当中。连续几个礼拜，无论拍开电视，也是掀开报纸，上主要的新闻，哪像拢和食用油的问题有关系。卫生福利部昨天证实，鼎新製油公司保驗對越南進口的食用豬油，對101年到今連續3冬，其實全部攏是飼料油，總共進口3216噸，估計恐驚有超過2000噸的飼料油，互透濫做成食用的豬油，互消費者食落去腹肚內。想想到，假使阮老爸若食到即陣，看到即款新聞的時，會當猜想伊的表情甲刷入去的動作，一定是視線離開報紙，頭挖過來，用屁像的目神甲阮前刷入去講：有看到無？恁這讀冊的人，這也無怪，因為阮老爸是一個資深的鄉野總鋪師，過去有一段時間嘛是豬油的擁護者。自早，阮老爸就對沙拉油足感冒。地華沙拉油，清純營養，地華沙拉油。頭家，我要買一罐沙拉油。好來一罐沙拉油。吳太太，恁兜即馬嘛該用沙拉油嘛哦？當然啦，你無聽新聞咧報，食豬油血緊會塌掉咧，早晚會中風呢。這嚴重哦！哦，毋若安尼，迄豬油吼，膽固醇夭壽懸，食到尾啊，你心臟就害了了啊！真是的哦！這沙拉油一罐幾元？
俗啦，50块够有走咧。呀，你秀哦！所以即马大家拢嘛改用沙拉油。你看，猪油毋若较贵，食济佫会着心脏病、脑中风，较戆嘛要用沙拉油。哦，有道理，有道理。安尼，头家，我嘛要买一罐沙拉油。安尼就对啊啦。自早伫几十年前，沙拉油用健康的理由，慢慢说服社会大众，渐渐取代猪油，成做台湾家家户户食用油主角的过程当中。阮老爸就常在表示，伊对沙拉油的看轻甲不满。讲什么沙拉油比较较健康，讲的比唱的较好听。迄拢遐个毋捌煮过食的读册人，凊彩讲来宣传的尔啦。干嘛呢？这就甲前政府在宣传什么一个孩子不算少，2个孩子恰恰好，共款手路啦。安怎讲？遐个读册人吼。会晓食，袂晓算啦。迄2个人若敢若生一个，以后是死2个剩一个。台湾人紧早晚就绝种啦。若2个人生2个，万一少年的先走，上尾的结果嘛是共款。台湾以后会无人啦。读册人想要用沙拉油比猪油较健康的理由来说服一个资深的总铺师，特别是叫阿婆啊生囝正拼咧，因为伊一直感觉沙拉油是外国人的油，无适合咱煮食的习惯。佮再讲，猪油家己买，家己转，好歹你看会到。遐个油到底是用啥物豆仔刻出来？谁看有？想袂到这款的乡野论坛，伫几十年后，所意外变成先见之明。关系食猪油这个问题，甲红鸭仔应该食母奶，也是食牛奶粉同款。台湾民众受到国外厂商甲医药卫生教育的误导，一时仔讲好，一时仔又搁讲无好，风母甲戆戆说。其实天然的通常比较较好。这是大自然的定律，到呾大家拢已经知影，红鸭仔也是应该食母奶才是上健康的。2012年，《料理台湾》杂志第5期的内容安尼写：早期使用猪油的国家，因的人生做瘦体，而且身体臃肿。不过最近这10几年来，世界各国的超级大颗人愈来愈多。而且得到癌症、脑中风、心脏病、过敏、腰子病比率嘛一直咧增加。台湾人得到癌症的比率愈来愈高，已经连续30档排10大死亡原因的第1名。腰子病的比率更较恐怖，已经连续7档排名世界第1。这甲饮食错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对食用油的角度来看，放杀猪油甲其他天然的油唔用。改用加工过度的氢化油甲沙拉油，是毋是一个重要的致病因素咧？其实，阮老爸为了要证明猪油比较适合咱煮食的方式，过去就捌用伊做几落档刀子沙的经验，做实验互众人看。看好好哦，我厝路面顶有2口鼎，我即马这口鼎倒沙拉油，另外迄口鼎倒猪油，看好斟酌。两边的油平济，有无？有啦，平济对啦，对啦。好，即马挂勘咧，开始燃火。
当当两口鼎的油拢香滚了后，沙拉油迄鼎开始呛足够的白烟，猪油这鼎有影继续稳定，无啥呛烟。有看到无？两口鼎平平在滚，你看沙拉油这鼎烟安尼一直呛，另外这鼎猪油强要无烟，有无？有影呢，一鼎有烟，一鼎无烟，真的呢，哪会差遐尔济？对啊，沙拉油的烟加有够重呢。对啊，恁拢有看到吼？这还阁无啥，斟酌看。当阮老爸甲火禁掉，鼎挂掀开的时阵，有看到无？哎呦，哪样呢？有够惊人的。沙拉油迄鼎的挂顶面前高高，亲像咱咧切抽油烟机看到的迄种黏贴贴的物件。安尼有恐怖无？有啊，足恐怖。恁阁看猪油这鼎的挂，顶面干那水气尔，抹一个都无去啊。颠倒猪油较清气呢。无想到沙拉油遐恐怖。对。对啊，安尼沙拉油敢搁通用？对啊，恐怖呢。看恁以后敢搁用沙拉油无？实验做甲真成功，毋过终其尾哪像嘛无啥转闻着。结局，猪油毋但对总铺的布棚内消失无踪，甚至连伫阮兜的灶骹嘛失去踪影。落尾，阮老爸亲像嘛无啥会提起即件代志，敢若伫阮老母咧炒菜时，一半解仔会伫边仔闹讲：无猪油，炒菜免哪会芳？只不过，无用猪油了后，上大的遗憾，就是食饭桌顶甲便当盒仔内面，自安尼煞减少一项，互人笑念的好食物。做总铺师的老爸，从来袂去甲人骗，全讲厝里散甲三顿，敢若剩菜脯甲炊饮时啊。因嘛捌对总铺的布棚内偷渡半项物件，转来互囡仔加菜。结果嘛，敢若猪油泡和菜脯这两项名。过去办道的时，大鼎菜起嚟的第一件代志，就是转猪油，因为无论煎、煎、炒、煮，拢袂当无猪油。猪油的种类真济，看是用什么部位的肉转的，有大油、中脂油、二卵油、网细油等等。不过，上好食的油泡，应该是对猪骹只迄定油脂煎出来。大油熬过以后的油泡，差不多敢若剩纤维尔，剥起来伤嫩嘛伤嫩。啊，若中脂油准讲熬过，油泡内面油原含较侪油脂，而且外面酥内面 Q。有时阵一寡部分甚至阁有还未完全处清气的散肉，口感甲滋味一时啊随身急。猪油泡的食法有足几种，上奢华的食法是油炸了拄壳起来，随炭烧温豆油，迄种滋味，天啊！烧烧啊食，剥起来又阁脆又阁酥，规喙内拢是油脂的芳气。久无油炒的身躯，随着有烤花拄着大雨的满足甲爽快，清饭保证一碗煞一碗食袂停。
较简单小看的食法，是甲油泡倒油了后炒菜，也是甲腌丝仔淋做伙落去吹。吹好的腌丝仔顶面会铺一层浅浅的油。贪心的囡仔会用汤匙仔斟足甲迄层油勾起来搅饭。毋过安尼做的效果通常是。你安尼足自私呢？你甲油拢好好去，后壁人要食啥？遮尔毋是款，走，旁去边仔食。效果通常是互骂一顿仔粗饱，甚至赶离开食饭桌啊。因为对大人来讲，安尼做就是自私投机，这种行为会个人怨。阮兜较时常的食法是油泡南瓜腌丝仔落去炒，刷来去淋一点仔水，甲内面的油脂逼出来，壳起来进前，野瓜葱仔珠甲淡薄仔咸椒啊。哦，有够香！这项菜好配饭，会当解说，所以自头到尾拢是阮公认上好的便当菜。然后这项菜，妈妈做便当的时阵，通常会甲铺点清饭面顶，中昼便当一个吹，烧气会甲油泡内面的油扬出来，摄落去下面的清饭，所以只要便当罐一个掀开，哇，有够香的！随着闻到腌丝仔的咸香，饭爬入去嘴里，又搁烧又搁油，两喙做一喙食完了后，总是会感觉。今仔日的饭，阿母是毋是底料无啥够？阮后爸对总破片仔炸猪油泡转来时，总是底伫碗公内面。啊，若菜头皮，就用阿鲁米的大卡面桶底。可啊，不用说啊，晓啊，今仔日有猪油泡无？有啦，搭要爱面瓜去。多谢哦。啊，菜头皮买无？免啦，厝里菜脯也足济咧，食袂起啦。哦。因咯，常在有厝边讨要爱猪油泡，所以转来到厝的时，休困啊，有炸猪油泡转来无？有啊，食。啊，我讲哪会空空？沿路厝边隔壁分了啊啦。好，家己嘛毋知要留偌，无采遐个囡仔等要炸便当讲。对菜头皮有兴趣的人明显加足少，因为迄个年代，逐口做菜脯拢食甲会惊，谁会想要爱菜头皮咧？毋过，即阵回想起来，伫迄个散车的年代，番薯甲菜头真正是用尽一生的气力来请阮遮的艰苦人。番薯，阮是对番薯叶仔起头一直食到出头的番薯。啊，若菜头嘛无输番薯。菜头野种布叶了后，先互伊断，买手拣出较粗养的栽，分丛落去种，发出来的苗就会使当做菜食，或做菜头圆啊，会使现炒，嘛会使生做咸菜。菜头若熟，食法就千百种啊。毋过顶面的菜头叶，较欠的人犹原毋甘等现散，照共生做咸菜继续食。啊，若菜头皮食的人就无济啊。要爱猪油泡无人要爱菜头皮，颠倒有一面桶。啊，无鱼虾嘛好啦，莫烧气咸，菜脯筋罔加咸啦。办桌的摊爱用真济菜头，卸掉的皮无人要点。阮后爸定定炸转来，毋过处理的算是阮老母。
菜头皮洗清气了后，盐盐落去生，咸味有摄入去就好，千万唔通生伤久，因为若生伤久就袂脆，而且嘛会失去伊迄种天然的芳气甲咸味。听起来敢若袂歹食呢，你哥也会记得安怎做？印象中，阿母拢是甲生过的菜头皮先用水甲盐粉洗掉啊，放乌焦，再搁剁做一块一块大细，量约半公分落去炒。鼎下油起火，甲已经用水发过的虾米甲咸椒下落去片汤，刷落去的爱甲菜头皮下入去做伙炒。爱记得炒的时间嘛唔通伤久，因为若炒伤久的，同款会失去原来的脆度甲降甜的香味。要较正经的，会使下寡切油的葱尾，增加气味。亲像废物利用的一项菜，其实用来配饭足下味，因为煲起来芳搁脆，也佮有菜头迄种足重的原味。猪油泡甲炒菜头皮这两项菜，就准讲到即阵，要是真使人想念。炒菜头皮定定做，便若要菜头转来，削掉的皮总是唔甘等意杀，生生的下一顿就会使炒来食。有一摆。感觉即马也无亲像过去遐尼散，应该会使点一领有钱人的款式，所以就淋一寡假肉落去炒。想袂到气味若无较好，肉油啊颠倒去盖着菜头皮的脆度。啊，若猪油泡炒饮时啊！这项菜做的机会就比较较少，因为猪油泡的副产品猪油，厝里的人袂爱食，定定造成困扰。会记得有一摆，雄雄想要食猪油泡，全走去菜市仔买中一个大底肥肉。想袂到，甲我差不多同年的头家，一个就看有，甲我讲：“对，你想要食猪油泡对无？”头家，你哪会才来行？知影我要怎样？我知啦，咱平平拢艰苦人出身的嘛。就是安尼哦。迄时阵才知影。原来对某一种食物的特殊记忆，表现出来另外一层意义，叫做阶级。不管老爸老母拢要伫个时，这两项菜拢是生客菜，意思就是敢若用这家己食，人客来若出这两项菜，会足失礼。有一摆，朋友来厝里，讲到这两项菜，因听甲兴趣处，讲想要食看卖咧。所以，阮就款两大盘，因哪食哪学了，食到饭无够，就搁走出去外面买。结果，人客走了后，担苦啊啦！剩这侪菜头，甲这卡猪油，是要安怎？会害。阮翁仔某对遐已经卸皮的菜头，甲一大卡的猪油，头壳冒咧烧。伫迄一梦呢，雄雄想到，
这嘛亲像是时代进步的一个小小的证据吼。哦，安那讲？食菜头，毋食菜头，干那要食皮。转猪油，干那要爱猪油泡，无爱油。哈？有影就对呢。无毋对吼。今仔日的广播剧，阮兜的生姜菜炒菜头皮甲猪油泡，是由吴念真原作，罗江书编剧，洪秀芬台语校正。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主播彭彦婷、黄芬仪演出，老爸林依婷演出，老母张小武演出，太太李秀荣、陈武庆、张一涵、简志杰、张小武演出，柑仔店的头家王家仁演出。专家杜正山演出，囡仔群林玉云、苏胜福演出，中年的阿钦邱家元演出，阿钦的太太潘君婷演出，卖猪肉的头家罗家书演出。讲出心内感动，阅读吴念真感想，全民定文，入选作品欣赏。作者夏荷，图念罗家书。炒菜头皮，我是毋捌食过，所以我就先弄过无写。我敢若写猪油泡。伫文章内底有讲到沙拉油甲猪油。那安尼到底什么款的油比较较健康？虽然的讲法拢有家己的道理，所以应该看个人是毋是有介意。若想要食沙拉油，就食沙拉油；想要食猪油，就食猪油。吴念真的老爸讲，无猪油炒菜变哪会芳？这点我非常的认同。真正用猪油炒菜比较较芳，嘛比较较好食。伫阮细汉的时阵。阮阿母拢买猪板油，倒来家己转。我伫边仔看，嘛学会晓转猪油。转好的猪油泡，要一点仔盐，会当做细小仔食。嘛会当下伫咧青饭顶悬搅豆油，真正好食甲会当互你食几落碗饭。或者是用来炒菜，会当增加气味，菜更较芳，更较好食。阮兜的人拢是安尼食的。如今。因为当初听一寡营养专家讲，食动物性的油容易得到心血管的疾病，炒菜爱改用沙拉油嘛比较较方便，毋免搁再转油，所以真正足久拢无食到家己转油的猪油泡，只敢若伫咧买猪血汤内底会当食到一两块猪油泡。看到吴念真这篇文章以后，真想念猪油泡的滋味，所以特别伫菜市仔买一小袋猪板油倒来厝。转猪油袂当用大火，油的色滴会变深，
猪油泡真容易臭火干无法度食，爱用慢慢啊火，豆豆啊转，就要有耐性，等油流出来，流出一罐油就会当甲卡起来，莫听候全部转完才卡起来，安尼会当减少油伤过热，产生对人体有害物质。猪油泡下伫咧喙面，喙齿交咧到底，泡内底还有一点仔油脂，酥酥脆脆，煲起来愈煲愈香。这是沙拉油内底找无的好滋味。现代人食的方面真正有真侪选择，亲像夜市仔的点心、西方的素食、台菜半岛料理，也有国外的料理，食的方面真正足享受。山珍海味、稀稀肉肉，食了伤济嘛会厌。总是会想起细汉的时阵食过较简单的食物，想要食一粒记忆当中特殊的口味。文章上尾两句话真正足有意思。食菜头无要食菜头，敢若食皮；转猪油敢若要爱猪油泡，无爱油。一般人无爱的物件，煞颠倒变成主角。其实食的是怀念的滋味。即摆的少年家敢若顾读册，一句台语都讲袂好势。谁讲诶？阮虽然毋是介意这伙，老台语嘛无啥物大问题。乱乱专门客，教你安怎讲台湾话，欢迎收听台语教室。好，来继续进行咱今仔日台语教室的单元。这个单元主要目的是要邀请咱空中好朋友大家做伙来思考华文翻做台语的时阵，要安怎讲较好势。所以咱伫每一集的台语教室单元，拢会邀请咱成功大学的同学，也有咧台语专家来到节目现场，甲大家做伙来讨论华文要安怎翻做台语。今仔日要来挑战的是咱3位国立成功大学的同学。第一位是咱艺术研究所的吴婉玲，婉玲你好。大家好，我是吴婉玲。还有咱台文系王祖和，祖和你好。大家好，我是祖和。还有咱台文系王维进，维进你好。大家好，我是维进。今仔日伫现场甲咱指导的台语老师是台湾歌册学会前理事长萧定春老师。各位朋友大家好，感谢萧老师透过网络甲咱连线。另外，还有其他2位台语老师为咱提供翻译的参考哈。一位是理工局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陈宏伟老师，另外一位是台文家市民计划发起人吴希美老师。今仔日共款对我的西芹菜这次广播剧内面咱竞出5个题目，互咱同学来挑战咯哈。好，请注意听第一个题目：乡野总铺师，乡野总铺师。几层开草地好，礼拜有大哪来请讲？草地总铺师，草地总铺师，请萧老师指导。草地就是讲你翻译的是你头壳内底做一事造法，到底是你经过一个段，一个事针口会使无？针口嘛是会使对。针口形射草地用影拢会使。我足少讲香声嘛会使，香声对我人咧讲，我伫海口听过。好，感谢萧老师的说明。顺利起来听其他2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先来听陈宏辉老师。庄脚的总铺师。顺利起是吴希美老师。阮阿爸是总铺师，传统的。好，互咱空中好朋友也有同学做参考。顺利起第2个题目。猪油的锅盖里却只是一抹急去的水蒸气。猪油的锅盖里却只是一抹急去的水蒸气。看来，刷只有一抹急去。猪油的鼎看来，刷只是一切就散去的水气。来，萧老师，请。鼎看，你以为鼎罐，却只是
切这个要打去会滚水烟。哦，滚水烟。即个人较少咧用地铺听滚水。我这边啊，就讲滚水烟。滚水烟哦。滚水的水烟，滚水的烟啊。好，来听其他两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先来听陈宏伟老师。有猪油芳的话仔内，线干若有一丝仔就无去的水气。水气比较符合一套啊，对对对，好，上来去是吴希美老师。结果迄鼎下猪油的鼎挂顶面，干若剩一寡水珠仔尔，小可切一个就清清气气。好，互咱空中好朋友甲同学做参考。上来去第三个题目。最好吃的油渣应该是从猪背那一层油脂所榨出来的。最好吃的油渣应该是从猪背那一层油脂所榨出来的。上好食的油泡啊，应该是为猪的脚趾片迄层油脂所挤出来的。油脂挤出来，哎，手干嘛换啊？你刚刚讲。迄层油脂所挤出来的。上好食油泡应该是为猪的脚趾片迄层油脂挤出来。好，请小老师。油泡，我前囡仔时代讲，我即摆会晓讲油泡啊。有迄个鸭，会感觉几种台湾食。一点斑斓所抓出来，斑斓，迄个医术的讲法，我做唔写上，就是讲，你讲的是可能你就要去注意到迄个语言的亲密性，上好食的油泡啊，这爱说做伙，过来应该是比其他只迄顶，听着我紧，好，感谢小老师吼，咱来听看陈宏伟老师安怎讲。上好食的油泡应该是对猪仔脚趾迄烟油所抓出来的。好，上来去是吴希美老师。迄油脂上好食的，应该是猪脚趾片迄烟字能所逼出来。好，互咱空中好朋友甲同学做参考哈。上来去第四题目比较较简单哈。狼吞虎咽，狼吞虎咽。龙吞虎咽。应该是我在加刚刚低耶。意思。我感觉的文言音。文言音嘛，这个嘛。我是感觉可能是腰龟仔食。腰龟仔食好啦，啊你咧？我会直接读龙吞虎咽。龙吞虎咽，啊迄个。我是感觉讲，敢若三工无食物件。食物件敢若三工无食呢吼。好，小老师请。我三工无食，讲我的记感是讲腰太害。腰太害，知影听过无？腰太害哦。因为迄个腰太害，记着饭咧，会分三花工。所以而且我是感觉去互迄个，你知影狼吞虎咽，大嘴食物件，个紧个慢，紧个慢，骹手慢，还有你讲，紧个慢，所以这是用翻译的方式、解说的方式。你要找拄好的事，就歹找。还有一种事，嘛会使讲，迄个人哦，那大变好咧。哦，变好知无？变好，你捌听过变好无？变好，变好。不是。这个变的迄个。这两这个变好。这个问题哦，家己以前爱分做几啊层啊。比如少年的字眼、中年的字眼、甲老岁的字眼。所以我伊咧想这个问题，比如。咱个听众到底是掠到对一个族群，这真重要。毋是讲咱袂晓翻做族亲，还是做公仔的代志。问题是
买去掠着对一园的族群，要掠四季草，还是要掠老草？好，咱来听看卖陈鸿辉老师的讲法。那野狼也是名好迄款香港大喙吞的样相。好，个咱是吴希美老师。咱咧讲青光者，有足侪事有通讲，亲像杀、佛、术、壁、结、推、合、合、效等等。这个好，个来上尾一个题目。番薯和萝卜真是一生悬命养我子民。番薯和萝卜真是一生悬命养我子民。好，来，请。番薯甲菜头，真正是一生的志气。一生拼命是拥起那个我啊，可以啊，拥起那好像不错哦，蛮好，那就是。番薯和菜头真正是一心拼命勇气咱。好，来，请小老师。keyword 就是一心拼命。当然你也安尼讲，无人听。而且本来是日语。日语。Stay must 就是一直拍拼是用功哦。这个呢，这当然，咱也知艺术考量，番薯甲菜头，拢是真正是世人下死命，我辈是下死命，一生悬命。我是要做台语讲下死命。好，听陈鸿辉老师的讲法。番薯甲菜头有影是尽全力拼死饲咱台湾人。再来是吴希美老师。番薯甲菜头有影是一生懸命，拍拼要互咱人有通食，有通活。好，安尼咱今仔日5个题目拢已经完成啊哈。上日期时间交互小老师，针对今仔日同学的表现，甲咱做一个讲评。咱这统一的是，我讲统一，我较爱讲统一。我较不爱讲翻译。哦，有啥物无共？有啥无共？你讲翻译，统一就是这边未通诶，甲通过来。哦。就统一。统一时，当然有几个骨头爱讲第种对一个，当然有当小姐无法度去按算对一个来听，毋过若要普遍的照顾，人人拢照顾会到，还可能会较大众化。大众化是较大家听较有诶，较侪人听话啦。像我拄讲，我甲犯做较侪，有诶人会误解，较侪我诶理解是多数人，这较侪人咧食，这不是比较多的人在吃。多数的人在吃，这个理解有些是在啦。好，感谢各位。好，多谢同学，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仔日广播剧内面演阿金太太的潘君婷。今仔日节目听煞，唔知你讲有啥物想法甲感受，想要甲阮讲。欢迎你上阮的网站留话分享，嘛会使写文卷对阮表达支持。阮有准备一寡小礼物要相送，欢迎你做伙来到老月，请上咱文K电台详细了解。
啊有啊，今仔日有丢你无关系讲票，你敢是台南人？不是啦，无怪，票，台南拢票，无用耍票。非常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节目。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专门电台制作、监制主持。感谢吴念真导演以及原神出版社授权制作。萧凌春、陈鸿辉、陈木真担任节目顾问。王延华、赵祖贤、上阳唱片、文顺唱片提供音乐。详细音乐内容，请参考电台网站，也有影片的说明。后一集咱要播送的作品是《敢若想要和你接近》，也有告别，欢迎准时收听。休困啊，有炸猪泡回来无？有啊，食。你帮我卖下派。一开始多大家看好欢迎，新欢迎。菜头，唔食菜头，干那要食金，你是金蕉杯。真袂出来啊！哦，你袂当食饭啊来。今天呢，有影就对。唔对吼。那个怎么有点奇怪？他前面讲后面反而是球，我你起码球今天要这个东西，跟黄俊跟着尖叫，抖音。